新約提多書第2章，但你所講的總要合乎那純正的道理，勸老年人要有節制，端莊自守，在信心、愛心、忍耐上都要純全無疲。又勸老年婦人舉止行動要恭敬，不說讒言，不給酒作奴僕，用善道教訓人，好指教少年婦人愛丈夫、愛兒女，謹守貞潔，料理家務，待人有恩，信服自己的丈夫，免得神的道理被毀謗。又勸少年人要謹守，你自己凡事要顯出善行的榜樣，在教訓上要正直端莊，言語純全，無可指責，叫那反對的人既無處可說我們的不是，便自覺羞愧。勸僕人要服從自己的主人，凡事討他的喜歡，不可頂撞他，不可私拿東西，要顯為忠誠，以致凡事尊榮我們救主神的道。因為神救眾人的恩典已經顯明出來，教訓我們除去不敬虔的人心和世俗的情慾，在今世自守公義敬虔度日，等候所盼望的福，並等候至大的神和我們救主耶穌基督的榮耀顯現。他為我們捨了自己，要贖我們脫離一切罪惡，又潔淨我們，特作自己的子民，熱心為善。這些事你要講明，勸戒人，用各等權柄責備人，不可叫人輕看你，